勇士们请登场。现在登陆的是哔哩哔哩第一位登顶向前冲的男人，勇士阿马纵。哔哩哔哩也登顶过向前冲的男人，勇士东尼。OK。哔哩哔哩从没登顶过向前冲的男人，勇士自来卷3木。看你们的披风，呵呵，该不会是什么勇士家族吧？祖传来的我可见得多了，就凭你们还想击败我？哈哈，还差得远呐！恶龙大人，我给你这个解释一下啊，这个一代意思就是说我是在这个2020年曾经登顶过。非常不错，恭喜男生队。我是2021年曾经登顶过的一位选手。他真的是全场最帅气的男人。恭喜你！我是2020年百大 UP 主。我可不管你百大千大的，快点开始吧，我可没工夫陪你们。我来。机会要交给这些年轻一点的刚来的选手们。对，能不能成为3代，就看他今天的表现了。